我哋第一個原子彈喺1964年自己研發成功嘅，第一個人造衛星當時上天淨係得一個功能，就播東方。但係呢啲咁初步嘅嘢，就由我哋自己研發，然後能夠上天，然後自己有佢自己原子彈。嗱，嚟緊你諗下啦，9月3號就係閱兵啦，抗戰80週年紀念，我哋有個大閱兵。你諗下點解唔係國慶節都有閱兵？就係話俾大家聲，提醒侵略者對中國嗰種嘅概念一直存在。所以我哋咧一定要自己能夠有好嘅軍備，能夠有好嘅戰鬥能力，然後先至抵抗到外敵嘅入侵。因此我哋國家先至有和平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呢個閱兵已經係全世界矚目，因為今日嘅中國嘅武器咧，有好多已經係超越咗世界先進國家。好似最近印度、巴基斯坦打仗，唔係打仗啦，打下啦，我哋中國賣俾巴基斯坦嘅戰機，咦，打贏美國啲飛機喎咁樣。咁呢個咧，我哋唔可以一個例子作一個判斷，但係起碼我哋今時今日自己研發嘅能夠海陸空嘅航空母艦、潛艇等等咧，已經唔係同人哋相差太遠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我哋有能力去維護自己國土安全，嗱呢個就非常之重要。所以今日嘅我哋無論站起來、富起來，同埋我哋呢個強起來，我哋今時今日係做到，但係來之不易。我哋大家咧都要有個期望，呢個期望咧，我哋其實可以多啲去參與，我哋可以俾多啲意見，我哋可以為我哋嘅國家咧做更加多有益嘅事。呢個世界仍然有好多嘅人民喺困苦之中，有好多嘅富裕國家，佢哋對我哋國家嘅理解嘅認識仍然有偏差。如果我哋能夠講好香港故事，講好中國故事，令我哋嘅真實情況能夠顯示喺呢個世界上邊，讓我哋世界嘅人民都能夠知道世界嘅和平、世界嘅共同體就會喺我哋呢一代入邊能夠體現我哋嘅成就。因此咧，我相信欺凌嘅事件、不同國家嘅戰爭就應該喺世界共同體度，讓呢啲戰爭咧係消失。呢個先係真真正正咧，讓所有嘅人民得到幸福。呢個係大家共同嘅期望。